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葉水美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大家分享，有氧國標舞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先介紹我的2位助教，在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謝祥義老師，好，右手邊是我們的彭玉玲老師，好，運動係對健康最好的方法。在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先來暖身。現在我來帶大家來開始暖身。好，首先第一個動作是，我們的頭先往前彎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然後呢再往左2、2、3、4、5、6，重複一遍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，回正，慢慢的再將頭來往左邊繞一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轉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回正。再來，我們來動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兩邊一起動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接下來我們來轉動我們的肩膀，我們從左邊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往前轉，左邊開始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兩邊一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3、4、5、6，非常好。現在請把腳張開與肩膀同寬。好，再來我們來做推胸的動作。好，先把胸往前移動，1、2、3、4，往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下來我們將兩手舉起，然後左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7、8，好，來手放下，好。這個暖身哈非常的重要。那運動之前呢，一定要來暖身。好，那他做的是身體的動作，也來做臀部動作。好，來做一遍。好，來開始臀部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加快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基本的暖身就都要的喂。接下來，要搞大家來跳，我們的有氧國標舞嘍。接下來，繼續跳的是古巴斷步。哈，古巴斷步之前，有搞過大家，不過嘅古巴斷步係有轉身的。今本日要搞的是正面的古巴斷步。好，正面的古巴斷步呢，它是不轉身，直接
做脚，好，舒转了以后，向前一步，推转来，大块，好，右脚向前一步，推转来，大块，好，所以它是 2 and 3 4 and 1，好，这个是正面的古巴段步，我们再加上手部的动作，好，做数做脚出去的时候，做数卡起来。好，右手头前面 ，and 3，好，弯片，右脚出去的时候，右手拿起来，好，然后左手头前面，嘿，好，我们手部再加上脚一起来做，左脚 2 and 3 4 and 1，好，也是正面的古巴段步。再改一的动作就是连续下去 2 and 3 and 4 and 1，好，古巴段步再加上碎步，好，改到哦，然后正面做脚前进的时候，轻后不要把脚跟往外，安尼就内八往后宽，然后脚掌向底度，好，而且是半拍 2 and 3， 好，右脚，好，前脚要外八 4 and 1， 好，然后呢，再加上 2 and， 好，臀部推一下 and 4 and 1， 好，这个步子非常好看，改多哦 2 and 3 4 and 1， 好 2 and 右片 3 and 4 and 1， 好，这个是古巴段步，再加上古巴碎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手势也一起带进来。好，正面 2 and 3， 右脚 4 and 1， 好，左脚的碎步 2 and 3 and 4 and 1， 再来换右脚的古巴段步，一样 2 and 3 4 and 1， 好，右边 2 and 碎步 3 and 4 and 1， 好，这个古巴段步是我们平常在跳恰恰青岛人用的舞步，大部分人跳的时候脚步有带到就是对的。好，这边1 2 3 1 2 3， 好，这个舞步有带到 2 and 3 4 and 1， 这样子就算对了。我们张口是跳的朋友，这样你跳出对耶。好，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跳恰恰的时候，给做唔得背起来。好，做唔得1加2，恰恰恰。好，做唔得胸档个背起来。啊，要记得，你肩膀要不用下来，你脚蹼动强。强强的人落去就好诶，好，千万莫向当个跳起来，好，当下脚蹼收嘅以后，你就做在加上数，出那只脚，那一只数就会卡起来，然后一只数就会向前面，好，安尼就唔会交叉哈，出左脚左数卡起来，出右脚右数卡起来，好，改到啊 2 and 3 4 and 1， 好，再下一个 2 and， 好，这个碎步的时候莫让落去，只要臀部往上顶就好。4 and， 好，刚才 2 and 3 and 4 and 1， 好，不要让落去。好，刚才的 2 and 碎步 3 and 的时候要脚掌做唔得让落去。好，让落去唔会乱踩，好，那拍子很快，所以我们是 2 and 一半就好 ，3 and 4 and 1这样让落去。好，另外右脚也是一样的 ，2 and 3 4 and 1。好，我们的古巴碎步就是2 and， 好，脚掌莫让落去哦，只要往上推一下3 and 4 and 1，
好，要在舞步哈，古巴段步是你只要跳恰恰，你一天跳的都会舞步，好，非常的重要。那止平常有跳，世界冠军丫头会跳，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好好。那现在我们来转个角度，让大家欣赏一下哦，我们侧面的古巴段步，好，来从左脚开始，请大家注意老师们的脚步，好，出脚的时候，2，好，大家有看到吗？那重心哈，起到半动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半拍，好，半拍，好。如果是纽约步，它就会站上去。古巴段步只有半拍，所以起头半动昂哎，好，所以是来 2 and 3右脚 4 and 1，好，古巴碎步 2 and 3 and 4 and 1。好，换右脚，好 ，2 and 3，好，一半哦 ，4 and 1，右脚 2 and， 来注意看一下臀部啊 ，3 and 4 and 1，好，好，这是非常好看的舞步，好，我们要多加的练习，好，来再一次哦，我们的正面，好，正面来，左脚开始。2 and 3，右脚 4 and 1，好，左脚 2 and， 只要推臀部就好 ，3 and 4 and 1，好，换右脚，出脚外八 2 and 3 4 and 1，好，右边 2 and， 好，要摸囊落去哦 ，3 and 4 and 1，好，好，我们这个舞步说简单简单，说难也很难哈，跳后就会花心思哈，该这边呢，来从奏脚开始哦，好，左脚开始，预备，开始哦 ，and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 1，右片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， 再一次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 1。好，这个舞步，它全部用慢的音乐，算是分解的，也强用很慢，没强用是分解，但是合脚的喂，因为等下那对的音乐是标准音乐，速度同讲，好，改都是数拍子的，但是它是快的哦。好，来预备，好 ，2 3 4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。啊，对不起，这样就错了。我们再一次哦 ，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在前面再打开，这才是对的。好，再一次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 1。好，我们侧面再来一次啊，这个连续动作加快的数拍，预备，开始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 1 2 and 3 4 and 1 2 and 3 and 4 and 1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分解的动作。接下来 ，enjoy 对等平乐来，试看你了。1 2 3 4 好，来向左边再来一次 ，1 2 3 4 1。好，再来向后摆加一刀 ，1 2 3 4 1。
出球也哈来搞诶很多古巴段步加古巴碎步，好，非常后宽，好，太搞抖练习啦。